是我们的压轴好戏，也是这次的承办单位天安客家合唱团所带来的3首好听曲子。那这几年的感恩礼赞，真的很谢谢天安客家合唱团每一年的赞助与参与，真的很谢谢他们。那今天他们唱来了3首非常动听的曲子。第一首《秀俄勒的光》，是我们的生命就像一首俄勒的光。不管你是赞美上帝，或是赞美你所爱的人，歌唱永远是最美，永远是能够将我们心中的情绪表达出来的。第2首呢是主，我感谢。第3首，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。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。